啱啱喺泰國翻嚟，而家為大家介紹全新嘅美國 Matador 旅遊神器。點解叫旅遊神器？因為佢入邊你見唔見到啊？有個暗格，仲有一個魔術貼俾你插落去呢個篋度。熊貓介紹得當然唔淨止係旅行咁簡單啦。Matador Set 28，佢嘅 lit 數就係28 lit，佢中間咧有好多個格數嘅，主格有4條拉鏈，第一個 set 埋4 lit，通常咧熊貓就攞嚟放一啲日用品啦。第二格6 lit 就攞嚟放我件靚褸啦。第三格8 lit 放下啲更換嘅衣服。到最後嘅10 lit 梗係攞嚟放鞋啦。打開雙拉鏈嘅主格，一嘢打開佢，咁就方便我哋整理我哋嘅嘢啦。Matador 美國牌子主打旅遊性嘅產品，入邊咧2個手抽，好貼心。出邊咧1、2、3、4個手抽，側邊咧仲可以放水樽嘅。袋嘅兩旁咧有4條壓縮帶，可以將你個袋咧收緊，佢可以令到個袋再細個啲。熊貓最中意嘅設計啦，背部雙拉鏈，第一個拉鏈佢講到明嘅，俾你放 laptop， 我自己咧用嚟放 iPad。上面暗格咧可以放尿袋啦、電線啦，佢入邊呢度咧仲有啲橡筋咧，係俾你勾你啲電線嘅，真係設計俾大家我嚟孭重嘢嘅。所以咧你見到佢有個胸帶啦，仲有個腰帶啦，背線呢個位咧其實個厚度咧係相當結實嘅，包括佢條孭帶都係。熊貓中意得當然係因為佢有2個顏色啦，黑色、白色。另外呢個袋咧就啱啱上個月上咗架仔嘅雜誌，架仔中意得當然係因為佢用料上乘啦。睇佢咧而家乜都冇裝嘅情況下咧，佢個 shape 咧都係好靚仔、好 pom pom 嘅。一拉一隊，我又飛啦！下條片再見大家啦，拜拜。